客家风情。 Learn about another voice and culture of Taiwan with We Love Hakka. 现在就让我们加入客家风情，一起发现客家之美。客家人有當好嘅手工技術，用彩鐵整嘢做出精美嘅手工藝品。雖然客家有些數到18世紀嘅重結，不過背面當到客家莊，留彩鐵文化同工藝結合，各自發展出有特色嘅竹編老草編產品，一下就帶大家來認識咯。 The Hakka people brought their traditional artisanal craft expertise along with them during their migration to Taiwan. In order to create a variety of unique bamboo products, they sourced local materials and natural resources. Despit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plastic industry over the years, many small villages have been able to develop their own distinctive handmade goods as a result of the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craftsmanship. Hey, what's up? It's time to talk about Hakka on ICRT. Hello， 大家好，我係邊個 Leo。Hello， 你好，大家好，我係 Josephine。我聽 Leo 你在講什麼手工藝品？對，就是手工藝品吧，對不對？對，沒錯沒錯。然後是不是跟竹子有關啊？對啊。因為啊，這個台灣很多地方都有竹子嘛，所以這個取材於大自然，然後材料又便宜嘛。對，以前的客家下面很多都把這個竹子拿來加工過之後呢，編織成很多很多的生活用品。譬如說要裝這個貢品啊，帶去廟裡頭去拜拜的那個籃子，蟹籃，那個就可以了。還有一種我們叫做喜喜喵，這個叫氣死貓，沒有這個東西哦，就要掛得高高的，然後把那些食物啊放在裡面，貓要跳上去抓不到啊，就氣啊，就很生氣啊，氣死貓。了解，那高高掛在上面就安全就對了。對，以前沒有冰箱嘛。其實竹子還有什麼斗笠也是竹子做的，對不對？斗笠也是。你講到斗笠，我馬上想到了，這個台灣有一個叫最大的集散地，早年啊，就是在那個台中東市的石城社區，那邊盛產竹子。以前啊，就是婦女啊，就會圍在一起啊，把竹子砍好之後呢，在那邊編斗笠啊，編那個本機啊，所以它等於像是斗笠一條街這樣子。對，它是一個集散地。你說斗笠一條街又是另外一個地方，在新竹縣的那個瓊林鄉，哇，瓊林鄉就有斗笠一條街啊。所以你也知道我很愛戴帽子啊，對，去那邊我可以買好幾頂了。你可以買10幾頂，它從頭到尾很多家的，非常好。聽起來呢，這些竹編的東西啊，當然早期大家是生活用品啊，現在呢有點演進，變成是一個藝術品，對，工藝品了哈，就是把它變成精緻化之後呢，你也可以把它變成電路啊，就把它伴手禮帶回家。好，那我們就接下來教幾個這個單字好了。OK，let's teach you some vocabulary, including the bamboo products， 也就是竹編工藝品。竹編工藝品，竹編工藝品 ，and then handmade 手工。There you have it. Learn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Hakka here on We Love Hakka。什麼大家？安子 say 張來了。客家風情由客家委員會監製。 We Love Hakka has been brought to you by the Hakka Affairs Council.